泰國原生品牌石味以革命性40度冷凍乾燥技術，重新定義健康零食新標準。社會使命，品牌創立源自一份雙重承諾，既為幫助家鄉農民改善生活，同時讓消費者品嘗到最天然純粹的果物原味。技術突破，採用40度超低溫數鮮技術，完整保留水果營養與天然色澤。除草果因天然酸度添加微量糖分外，全線產品堅持無添加防腐劑、人工色素。產品特色精選龍眼、山竹、紅毛丹等泰國特色水果，首創原個果肉凍乾工藝，完美還原水果天形態與紋理，具備超強防水性，還原鮮果口感。品質保證，嚴選當造最佳成熟度鮮果，每批產品均經過嚴格品質檢測，視覺與口感雙重享受。市場認證，產品於高端商務市集廣獲好評。最難忘客戶分享，終於揾到又美味又健康嘅零食，可以安心俾小朋友食用。Samet 凍乾水果，以科技封存自然，讓健康與美味從不妥協。